準備格仔舉高啦，哇！入邊咧就嗰隻起晒琴啊，咪6檔啊。黑煞親王，一起步嘅時候咧就好似大資本啊，咪一卡卡黑煞親王就慢慢嘅，咁而家條黑妹皇后咧就已經彈咗出嚟啦，拍住有模範先生大資本灰馬，亦都開始慢慢進佔上嚟，咁中間又叫向前衝啦，咁啊然之後就金睛火眼咁啊雷諾院外檔啊伯樂尼啊，咁啊然之後咧再見到咧另外就超級矛之後咧先係再見到後隻黑小子啦，咁啊跟住就滾滾來啊包咗落尾噶，咁啊大約跑咗200米路程啦，咁啊前領嘅馬匹大資本啦拍住模範先生一對馬放咗出嚟，黑妹皇后守住響內檔第3位到，咁啊然之後中間啦亦都見到隻金睛火眼啦，咁啊入邊內檔外檔少少啦，而家見到咧另外伯樂嚟嘅，中間嘅馬匹有雷學院起緊邊添啊，然之後就向前衝啦，咁啊之後就超級矛後些少先叫到黑小子啊，咁啊跟住再見到咧另外嗰啲就八寶袋包晒佢啲滾滾來噶，好啦響到最後嚟講咧就400米路程左右啦，呢個時候模範先生輕出咗頭啦，大資本慢慢守住第2大向前衝，已經拍緊住佢噶啦，咁啊跟住內檔而家見到殺緊上嚟啦嘛，亦都見到咧就雷學院啦，大外檔伯樂嚟，好啦去到終點前啦，做過終點啦，模範先生第1名向前衝，第3名呢就大資本。嗱，大資本同埋向前衝啦，咁啊要影相嘅，但係似乎好似向前衝啊着數少少嘅。要6倍喎，4號邊6倍，模範先生。如果4搭12係30倍。隻哈薩親王一起步就起擒，跟住又俾人再慢閘，俾隻大資本嗨佢添。翻就一個衝字啊，但係好勁啊，都追一段前邊就慘啦，買咗佢就真係哈薩親王。模範先生4號夜馬，太陽星邊隻6倍？太陽星都超級噶，個見習生嚟。太陽星係啊，幾好奇。最後階段10號大熱門喎，金睛火眼。金睛火眼藍就響內檔。係咯，惹一惹咁咯，冇咗咯。藍就藍帽冇晒啦。點解都跑一場咁差？啊，向前衝同埋大資本啦，好接近，兩隻馬要影相。影相爭第2、3係啦。雷學院都上翻嚟第4、4、5係啊，都近。或者八寶袋咯，八寶袋後上嘅。一隻夜馬，一隻彈嚟咗2、3、4、5都好近嘅係啦。但係如果影隻11啊，仲熱啲啊，得25倍。嗱，有得影喎，大資本同埋向前衝個角度偏差。如果影12咧，就30倍啊。嗰度偏差㗎，呢度。係啊，1100個波。唔敢講啊，所以真係。咦？佢公布暫定賽果啦，42係啦，暫定賽果40。如果真係42就30倍。向前衝。雷學院跑第4。夜馬就係模範先生。有好難揀嘅，睇賽績 Q 都未入過。模範先生。咦，依家又轉咗41、12喎，總之都係未暫定嘅啫，都係暫定嘅啫。好理嘅。暫定賽果嚟嘅啫。暫定嘅啫，佢就。嗰度轉嚟轉去，總之25倍啦。如果41就42就30倍。等影相啊，都係接近啲。爭啲咯，Win 就6倍，模範先生4就冇錯噶啦。係啊 ，Win 有啲冇問題。咁白淨嘅呢個太陽星啊，太陽星係咯，睇下41定42啦，接近啲嘅影相爭第2、3就。叫做阿星嗰啲通常都咩嘅啦，應該係印度籍嘅啦，係嘛？太陽星又冇姓泰嘅，我哋冇星泰嘅。